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也毋过验出头一个 Delta Plus 的变种病毒，早起第10批91万单 BNT 疫苗送到桃园机场。中选会宣布单票为防罢免的补选，要伫明年正月初9举行，无要甲12月18公投做伙办，外界质疑是政治考量。本土的家电品牌宣布11月份产品全面起价，电器工会表示，因为晶片欠缺，除了电视，其他家电拢会起价。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案例，是增加5例带病入境哦。国内嘛验出头一个 Delta Plus 的变种病毒，是一个对英国来50多岁查甫人，目前伫病院治疗。另外，第13期疫苗注射会提供 BNT 甲 AZ 头一档，佮有第2档，11月初3开始预约。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本土的病例是0，那境外移入有5例，没有死亡的个案。这个礼拜我们总共检出5例的这个境外移入确定病例的病毒定序，案16479这一案是我们国内首例检出境外移入确定是 AY4.2的这个个案，它也是一个突破性感染的案例哦。它在先前已经有接种过2剂的 BNT 疫苗，满14天之后才入境到我们国内哈。这一例这个目前没有对我们的社区有造成任何的一个威胁。那这个病毒目前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哦，只知道说估计这个它的传播力较一般的 Delta 变异株大概是高10%左右哦。至于说它对于疫情或者是疫苗保护力的影响，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些研究。第13期要提供 BNT 还有 AZ 第1跟第2剂的这个施打，预约的时间，这个 BNT 是11月3号的上午10点开始，到11月4号的中午12点为止。那 AZ 的部分是11月3号的下午2点开始，到11月4号的中午12点。那施打的时间是从11月5号到11月12号。咱台湾头一档疫苗的注射率已经超过70%了，第2档嘛超过30%。今仔早起第10批91万档的 BNT 疫苗嘛送到桃园机场。虽然咱国内的 BNT 还未开始注第2档哦，也毋过大约有147个人已经有注第2档了，因有可能拢是伫国外注射的。飞机慢慢降落，透早6点19分，第10批 BNT 疫苗91.03万，发航 CI62航班运到桃园机场，累计交货量是773万剂。第1期 BNT 疫苗9月2日为校园开始注，目前中央疫苗预约系统已经开始开放，全部的人拢会使注。不过还未定讲什么时阵注 BNT 第2期，专家考虑到3礼拜后就会当开始注，中央也考虑分配问题，掠伫8、9礼拜了后开始注。国外曾经发表过的这个研究来看，那以 BNT 如果拉到9周，它对于预防感染这件事情并没有额外再多增加好处，可是，在降低死亡率跟住院率，基本上还反而比在3周的时候施打还会好一点。根据指挥中心10月27日统计，第1期疫苗注射率破70%，第2期也超过30%，其中注 BNT 第1期有440万人，注第2期有147万人，推测应该是伫国外注 BNT 第1期。不过新冠疫苗注射不良的通报也超过1万。立委召开记者会，针对新冠疫苗不良反应、临床的诊断也甲通报机制提出质疑。疫苗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可是不良的时候，医生不讲真话，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反正你到医生一定去骂，一定骂。你们都把什么事怪在疫苗身上，你根本就求救无门。医师不需要因为通报这个事情而负担什么责任。他是可以，我们是尽量鼓励去，就是如果有一些怀疑，只要有一些怀疑，就是可以通报的，不需要非常确定。疾管署表示，只要注疫苗了后发生不良反应，无一定爱有因果关系，医疗院所甲卫生局拢会当通报。针对受害救济这一部分，民众会当家己提出申请，只要到卫生局写申请单，唔免提供证明资料，主管机关会去调相关的病历来做后续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军为伫新竹湖口的一个基地，最近咧做炮弹射击的训练的时阵哦，昨下晡有枪支搭伫靶场的外面造成火灾，附近的草埔仔是6点钟才拍花。市区位的民众是真怨叹讲，逐当拢会有像那的火灾，嘛造成这个空气污染是真严重。
1年3小烧，3年1大烧，造成我们附近居民非常大的困扰。主要的困扰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大量的浓烟，严重造成的空气污染，还有对人呼吸的污染，另外一个就是产生大量的灰烬，造成这个周边的居民屋子内外都有一片黑色的黑灰。这种问题年年都发生，可是军方却从来没有要彻底改善的决心。投入大量的人力去开辟防火巷，去将那个火势去做扑灭。那最后成功大概是在5个小时左右不到的时间，就是将火势完全熄灭。消防局表示这有可能是军方的训练射击的时阵无注意去造成附近的草圃导火过去嘛捌发生同款的情形，军方嘛随派人去现场斗相共拍火，消防人员伫昨暗9点外把火拍花大约是烧掉1架地。该看台北市刑事大队的特勤中队有一个细胆的警察，因为情绪失控，长官爱伊乘坐客停车登去宿舍休困伊甲客停车司机发生冲突。后来落车佮甲一个外送员的餐点抢走，这个外送员今仔是出面指控讲，这个警察毋但无道歉，只想要赶紧和解。台北市警察局是表示，已经甲这个警察强制送病院了，卖依法来侦办。还好，可是他整个过程是抢我，然后而且跟我有拉扯，然后又把我压制，那我整个觉得就是很恐怖。受到代志发生的经过，外送员林先生也是真惊，提出对话记录，想袂到讲送餐到大户门口的时阵，突然间有人甲伊引导压伫涂骹，甲伊拍，更加抢走伊外送的餐点。命案才发现对方竟然是警察，实在无法度相信。照理说，人民保姆是保护我们一般民众，那我整个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就是有抵触到任何处罚的行为，其实造成我心里面的恐慌，其实还蛮害怕的。被指控的是台北市刑大特勤中队一位姓陈的员警，顶个月23身体无爽快，请假去看医生。迄案归队了，讲话就颠颠倒倒，精神无啥好。伊的同事发现怪怪，叫伊同事陪伊坐 Uber 登去宿舍休困。无想到讲，伫咧半路，敢若情绪失去控制，先甲 Uber 的司机发生冲突，佮冲落车。这就位外送员抢走也惨点。这个是先就医，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全案我们查处完毕了以后，主动的，我们就移送了地检了。警方为这位同事的行为表示道歉，并且强调这是个案。同时也讲，警察因为执行时间失调，才会发生冲突，抢走人的餐点。目前已经甲人强制送去，并且依法移送私人地检署侦办，但是已经对警察的形象造成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伫昨日暗时甲车停伫红线，拖车已经要甲车拖走了。这查甫人汹涌出现，就家己甲封条撕拆掉，想要甲车开走。不过警方是表示车咧已经上拖车了，就无法度只开罚单尔。这民众的行为，嘛妨以妨害公务罪上班。货车放去咧辅助链了后，司机准备要甲这台违规停伫消防栓头前的货车拖去拖车场，车辆震动几6公尺，车主汹涌出现，甲车顶的封条拆落来，佮爬入去车内想要驶车。大哥，你安尼正行公务哦，我叫派出所来哦，你安尼是封条哦。警方提示男子袂当甲封条拆掉，但对方无爱插伊，伊直讲人已经到现场，请交通警察甲车扛落来，但员警已经完成了拖吊的程序，依法是袂当甲车扛落来。最后是出动着协会派出所员警到现场来阻挡。男子除了爱负担着拖吊费用，还佫有1200块的罚单，佫爱互人移送法办。不听从这个远景的说明，然后接下来他才会强行撕掉封条，然后进入车内。甚至发动引擎。我是不会做这件事啊，因为毕竟，对，就自己可能停车有问题，就这样也是妨碍公务的一种。警方提示车辆咧拖吊进前会公布2届，翕相了后才打封条，煞咧会甲车放去咧辅助链。以高雄为例，车辆只要还未离开车架到车道的时阵，拢会当要求甲车扛落来，只要缴罚款就会当。毋过车若是离开，就是完成了程序，袂当甲车扛落来。民众难硬要甲封条拆掉，也是来阻挡，就有可能妨害公务，互人法办，千万得要注意。记者王柳婷、明昭款高雄报道。行政院长宣布讲，8大行业有条件慢慢要放零 ，KTV 会当毋免挂喙暗唱歌，卖当食食咯。
因为台中的 KTV 伫疫情期间有3成到4成员工拢离开了，要安怎赶紧找人，业者是真伤脑筋。手摕着消毒液、斟酌来清消，倒啊、碰椅、加加油的家私全部拢全好掉。行政院宣布，在1月2号起要放零防疫措施 ，KTV 唱歌会使免挂喙罨。政策一宣布，生理真有希望会恢复。KTV 的员工上班起来是特别欢喜。停业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上班了，就一定会很担心啊。现在开放的话，当然心情就会比较好，至少就是我们就可以正常上班。对，很高兴，非常有活力。台中 KTV 业者表示，疫情期间业界大约有3到4成的人力离开现职，就算讲正经开放欢唱，也是爱挂喙罨，消费者也是拢无上门。不过即马开放免挂喙罨甲饮食，来客数预测会增加4到5成。除了餐饮备料爱赶紧来准备，人力也拢爱保护齐。做食物、做食材那些的部分的话，会因为就是说那时候不能做，那所以他们就相对去兼别的工作这样子。人力的话，我们会视情况，我们目前已经有先补一些人在准备了，那我们到时候会就是视情况再调整这样子。疫情较乐观，卫生福利部28号也宣布8大行业会慢慢来放零，无背时服务业者只要符合4项防疫管理的条件，而且提出申请经过地方政府核准，就会使开放营业。台中市府是表示，爱更加专家学者来讨论，定出指引。中央已经宣布那很可能近期之内会开放8大行业那因为台中市呢已经接到这样的讯息，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会召开台中市的防疫会议。在会议当中，我们可以随着专家还有我们市政府相关的人员开会开完会以后，我们会做计划的宣布。KTV 甲8大陆续来开放，考验地方政府对防疫措施的准则，也有业者调度应变的能力。记者台中报道。来看两岸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陆委会主委邱泰山今仔是呼吁中国唔通用战争来威胁咱，嘛指出讲咱的政府一定要规划讲疫情转好了后，要来放任两岸的交流管制，嘛愿意讲先提出规划，双方来做沟通。我们的 CDC 呢，大概最近呢，再度稳定的控制我们国内的疫情。那这样的一个情势，我们在对照对岸呢，其实我上次就说过了，其实他们也做得不错。他们也很积极，很这样。那我想，如果两边的人民都可以理解，而且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调整呢，那这个就有助于各相关部会呢来做政策上的一个调整那我们来看，大概就是我们有几个初步已经在研拟的一些事项，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 CDC 他们的疫情的评估。第二个在地的相关的人士。他们的这个考量，因为各位都知道，有人是比较紧张，所以他可能持着开放的，他们是反对，那这个都需要去做一个沟通。邱泰山表示，两岸议题不是北京以政治军事威胁拒绝沟通就会当解决，双方应该爱平等对话，嘛强调讲，两岸不是像的，这是客观的事实，嘛是72年来的台海状况台湾政府对两岸关系立场嘛一向拢无改变，伊嘛对中国提出4点的呼吁。第一是做伙来推动民主改革；第二，希望对方会当来了解，蔡总统国庆演说提出的4个坚持，是咱台湾主流的民意甲底线。第三是咱的承诺未变，愿意用和平的方式来改善两岸的关系。第四，疫情转好，未个要来放任两岸交流的管制。再来看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7月份来台湾上任，今仔是办任内第1场的记者会。处长表示，目前台美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未改变，对台湾的承诺嘛是搁挂保证，未来嘛继续来深化安全经贸等合作。And the first is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is in a really good place. We believe in deepening our engagement and connec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consistent with U.S. interests and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The value of our partnership and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rock solid. We are committed to deepening our ties with Taiwan, a leading democracy, and a cr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partner. 孙晓雅表示，美国重视印太战略、台海和平稳定。
将对中国最近搅了台湾的行为，拢正关心。媒体问到讲，最近总统蔡英文接受访问，有讲到美军伫台湾的议题，孙晓雅是讲哦，伊是高官，唔是军事专家。也毋过强调讲，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另外，12月18来伫公投，孙晓雅嘛讲，美国伫目安全搁好食，伊嘛会密切来关心这议题。拜登总统也不例外。再来看立委陈碧惠洪罢免解除职务，中选会宣布讲，台中市第2选区的补选，伫明年10月初9会投票。外界是质疑讲，这是交故意无要甲12月18公投做伙举办。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拢表示，公投是针对事件，补选是针对人，本地就无共款。台湾基进党立委陈碧惠予人罢免解职，中选会宣布台中市第2选区的补选会伫明年10月初9来举办。洪耀威讲，这是超工要含12月184大公投来甲人气。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呼吁讲，就事论事。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出面来车盘。补选是选人，公投是对事，这本来就人跟事分开，也是立法院的法律规定。公投是对事，那么选举罢免呢、补选这个都是对人的啊。在法治的精神上，那么公投跟选举啊，他们没有合并的相关的规定。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就事论事。面对4大公投案，民进党正积极来咧备战。今年6月，中执会通过5800万特别预算案，27党中央搁再来发函到各地党部，公布党公职公投的补助行情，其中伫个外口来挂看板，一个人上悬会当补助25000块。国民党咧要求讲，民进党党国无分，上尾会来演变做倒过的公投。等于是对政府政策的一个信任投票。如果到时候同一票远大于不同意票投出来以后，那蔡英文身为我国的元首，他就必须去思考，他所任用的这个苏内阁是不是适用，是不是还可以获得人民的信任？所以他的结果可能会变成一个倒戈的这个公投。从过去到现在，中央党部只要是有活动，就会去编列预算，全部从上到下全员动起来。那没有所谓倒阁与不倒阁的问题。那你把战场转移到年底4大公投，也阁有明年中2区的补选，国民党人选也未确定，民进党阁传出讲，前立委林静怡会来出战的机会真大。对外强悍，对内温暖哦。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政治的场域，他的那个角色跟我蛮像的，我都会用100%的力量来帮忙。离中2补选还阁有2个多月，那力已经开始咧布局，年底4大公投嘛，通看作是中2补选咧试验证。记者综合报道。有本土的家电业者11月份产品要起5%到10%，电器工会是表示因为晶片欠缺，冰箱冷气这的家电有可能拢会起价。也毋过最近面板的产量真稳定，所以电视的介绍应该会拉袂少。世贸一馆正伫咧办台北3C家电展览，现场有真侪优惠措施，换算5倍券消费，上悬低9万块，有真侪消费者抢购。真的什么都贵了，什么原物料什么都贵了。我觉得连家电也会贵，国外品牌更贵，然后那国内一定也是跟着贵啦。所以我觉得我是这么想，也是变得比较精打细算一点。韩国品牌滚烫洗衫机标榜 AI 人工智慧，家己让分辨衫裤的材料，调整洗衫的方式，就是靠这种晶片，让洗衫机全面升级。它内建 AI 的人工智慧晶片，不管是厚重或轻薄的，都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洗衣效果。不过伫最近市面上晶片真欠，相关的智能家电介绍拢准备要起啊，尤其是港口拢拆掉的汇温起价，进口的原物料介绍真贵。本土的家电业者和连锁已经挡袂了啊，带头要起价。自11月开始，所有的产品拢要起价。预计11月的部分就会陆陆续续开始来做调整，5到10%左右，甚至有可能还会往上走。冷气我相信在明年的2月份，应该最少会有5到10%的调整空间。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家电介绍拢会起，像最近面板的供货真稳定。真侪品牌的液晶电视、电脑是较俗，中低阶的不会差到很大，但中高阶的就差比较多，下杀到9万、10万有。家电业者要抢5倍券的商机，进口的日本品牌家电拍一个优惠也真好，拍一拢至少5000块以上，
因那本土品牌较细型的家电，除了介绍国家俗以外，要加码的礼品或者是抽奖，希望伫年底进行相关业绩。有预算考虑的民众会当考虑福利品，等到明年家电要起价进行成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真侪无共党派的立委组成动物福利促进会，要来推动动物福利的相关政策，嘛要来增加民众对动保的意识。最后目的是希望将动保的条文纳入宪法。福利促进会赞不赞？赞。中央立委部分党派大家做伙比赞协商，宣布要做立法院动物福利促进会。要把动物保护征收到宪法内面，提高刑责还是这种全面禁止？因为如果进到宪法，这层级是很高的。对，所以现阶段来讲，当然还有很多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的讨论，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平台就是能够汇集在动物福利跟保护的共识，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更多的激荡火花。动保意识真悬，这几年只要若发生虐待鸟狗的代志，拢会引起舆论的批评。像最近，顽皮世界要对施华蒂尼卖18只长颔鹿，就引起争议。农委会趁这个事宣布，未来审查业者进口动物的时阵，会从严认定，真正有必要才会准。过去的话就是原则同意他进口，那例外才不同意。那我们现在把它改成就是原则禁止，那有必要的时候才同意他进口。农委会也讲宣告要扩大公务员的体系，伫年底进行成独立设置动物管理科，未来也会进一步加现行的畜牧处动保科，整并合计正济动物保护师。长期伫咧关心两国饲养环境的团体，是希望有限畜牧也当放入去法条内面，改善经济动物长久以来拢无被重视的动物的福利。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疫情在炭烧，过去24点钟确诊的人数超过4万人，创纪录。死亡的人数有1159个人，嘛是疫情发生以来上侪。政府宣布讲，3日开始全国停止上班9日，望讲会使来减少病毒的烧话。乌克兰的疫情嘛是同款的炭，市面上佫出现假的疫苗注射证明，警方嘛加强稽查。警方甲办公室的门斩破，入去内底甲嫌犯压伫咧涂骹，因为因伫咧乌市卖假的疫苗注射证明。东澳的新冠疫情愈来愈严重，验过疫苗的采买甲做的速度正慢，市面上也阁出现以3000到8000台票的计数，伫咧卖假的疫苗注射证明。警方大动作抓人，以免疫情进一步恶化。验过大量增加的患者和病的病床强要满啊，医疗资源正欠。І, на жаль, якщо ми мали змогу в попередній хвилі впливати на перебіг цієї хвороби хоча б частково, то тут ми практично безсилі, тому що медикаменти, які ми звикли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у таких пацієнтів, вони не призупиняють процес. 乌克兰4100万人口内面，只有那700万人，就差不多16%的人做过2剂预防针，伫咧全欧洲排名倒数第2。乌克兰卫生部承认讲，一半以上的医护人员无愿意做疫苗，带去的患者内面有94%无做疫苗，也拢看出疫苗无够，抑个民众无愿意做预防针的问题。观光客提出 QR code， 才有法度入去美术馆参观。餐厅也打出休困的广告，因为俄罗斯疫情继续恶化，二倍新增加超过4万例，甲1159人死亡，拢创历史新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自3日开始，全国停班停课9天，只可能超市、药房甲民生必需品的店会当继续营业。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来看社群平台 Facebook 面册，因为网络暴力甲假新闻受到真侪批评，并且嘛宣布讲，即马开始要改名叫做 Meta。就香港萨克伯格是表示讲，未来往扩增实境相关的技术来发展咯，并且市站的迄个动样嘛已经改做无限大的标示咯。伫加州门诺公园 FB 总部外口，2位工作人员听到指令，随甲总头母讲按赞的图旧来。改做这个蓝色无限大的图形。It is time for us to adopt a new company brand to encompass everything that we do. Starting today, our company is now Meta.
Our mission remains the same. We've learned a lot from struggling with social issues and living under closed platforms. I used to love studying classics, and the word meta comes from the Greek word meaning beyond. 大家早就知影 FB 正积极伫布局 Metaverse 元宇宙，不过 FB 最近代志真多，被指讲追求无穷的利润，行销对利效有害的产品，淡化处理网络暴力假假新闻，对客户的隐私保护不够。 Instead of acknowledging in very explicit terms all the negative publicity and the reasons for that negative publicity, Facebook has very much decided to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and go forward. And you can see that in the name change, Meta, which means beyond. They're really looking to dazzle us with everyth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do, and it's not even in the near future. 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讲 ，FB 积极推动元宇宙，有部分原因是为了要救公司政策制定者的名声，并且重新定位。 带动后一波网络技术的规范 ，FB 最近才伫咧澳洲找真侪员工。萨克伯格认为，伫未来5年内 ，FB 会转型做元宇宙，利用虚拟实境加扩增实境的技术，因可会当超越时空，有更加真实的互动交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南投信义乡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伫初二甲朋友去中寮乡的野溪耍水哦。这个查甫人伫溪边跳水，结果渡水，加在最后受救回来。经消息表示哦，野溪伫落大大雨了后，会真危险哦，所以民众千万唔通跳水。 救护车赶到现场，赶紧把这个渡水的男性救起来送病院。男性原本已经无生命现象，消防人员送医归路继续甲做 CPR， 加载才救回来。是你自己跳下去的吗？应该是。所以你是想说试试看看水多深这样的？代志发生伫这个月初二，住伫南投信义乡姓陈的男性，甲朋友去到中寮村做工课，休困时间做伙去到山区的溪边耍水，拍算是甲朋友小输，家己跳落去4.5米深的水池，却一直拢无浮起来。朋友赶紧通报救援，也对咧跳落去救人。事实上起来之后人已经昏迷，所以他的同伴也是很积极的，就是去做一些急救的动作。在消防队在救护车上面，事实上也是继续持续的急救。 男性经过医师插管，才救回一命，但是又引起严重的肺炎、急性排喘气症候群，继续住院10天，状况稳定才出院。警察表示，山区野溪状况排暗算，无建议跳落去耍水。台雨来临时啊，那个山区啊会有大雨发生啊，所以说那个溪水暴涨啊，容易掉落溪。 救援人员表示，疫情解封佚佗的人愈来愈多，民众亲近山林，但意外案件也对咧增加。山区野溪常常因为大雨汹涌涨起，溪底可能有石缝，也是暗流，建议民众也是莫凊彩落水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东县太麻里乡公所最近拆掉金轮火车头前的原住民市场，也毋过民众是讲哦，伫日本时代，因着伫即个地顶头种物件咯，嘛已经申请要来争做原住民的保留地。也毋过乡公所是表示讲，有经过即个地主管机关台东县教育处的同意才拆除。也毋过原住民是批评讲，公所的行为是真哑巴。 太麻里乡公所委托厂商进行金轮火车站头前原住民市集用地扩建，要甲民众占用的土地地上物拆掉。严过使用这个土地居民走来动，甲公所人员挽起来。居民强调，日本时代因的祖先就伫咧遮种植，也有早年的使用证明书。因为许多人毋知影停书，无申请变更做私有地，就互政府收归国有。今年要拆之前，也有向公所定情，严过公所也是要拆。对，因为我们在事情还没有离清之前。 希望公所能够先停止这个工程。陈情书我们有收到了哈，那相关单位也都有收到陈情书了。民众讲，因正伫咧申请真划变原住民保留地，公所行为违反土地甲停书证据。严过这个土地早年改变，特定目的事业用地互学校使用。公所强调，是学校同意半行才会动工。像这种早期无变更做私有地土地，怎么若要变更？ 规个停书可能会走真久，可能会袂付。在彰化边开始的时候，他跟公所申请，那公所就会有一套它的制度，那经过审核同意以后，这个土地才会回到民众的手上。太麻里乡公所已经暂停拆除，进行协调。
因我居民申请原保地经汇编的程序，也是透过乡公所，担心救援兼裁判，希望原民回家相关机关会当到3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这几档哦，是真认真的推塞活土，为着要鼓励民众加读一寡册哦，李港乡的图书馆前一阵仔大改造，最近真受好势咯，互图书馆的环境变甲真舒适、真轻松，气氛嘛真活泼。望讲大人囡仔拢介意来遮看册。开阔空间、温暖舒适的装潢，好亲像是现代流行的册店。不过，这其实是屏东县李港乡的图书馆。氛围啊，还有整体的阅读的，你会在里面感觉就是会比较放松，就地板啊，还有就是墙面，对，可以感觉出就是图书馆在这方面很用心在改进。前一阵李港乡公所为着要配合县府推广活土，真用心来改造图书馆，互民众较无压力，亲像伫咧厝里看册，嘛亲像来到网络出名的册店，更加是希望囡仔会当介意这个活泼古锥的空间，促进因行入来图书馆的意愿。以前的空间比较死硬，生闷，让大家有时候像椅子部分坐起来非常的不舒服。我把它改成一个很舒适的空间，包含灯光柔美，椅子用沙发，让大家可以坐得比较久。我想要让图书馆比较活泼、比较生动，重点是也要让小朋友能够进来。另外，公所嘛伫咧图书馆内底设置3台消毒机，就是希望民众来遮看册，唔但对空间感觉轻松，对防疫方面嘛感觉安心。记者综合报道。以早台湾渔民掠鱼仔用的渔网仔，拢是手工车。手工车渔网仔嘛是早期真重要的产业，也毋过后来机器取代人工哦。这款手工的技术已经渐渐失传咯。最近屏东东港车渔网仔的业者哦，嘛甲在地文书团体合作，要来小解这款已经伫尾无人会晓的车渔网的功夫。早期的渔网仔拢是用手工车，大部的手路拢真有工。若是来变迁，手工车渔网的产业已经渐渐失落。目前屏东东港敢若剩几间渔网仔店，这间开卖70年的老店也开始转型。除了卖走外海专用的渔网仔，也开始转接近海养殖场的订单。阮爸爸留落来已经这间有70几年的历史啊。我差不多20-30年前接落来。上大先，阮爸爸是算第一代咧做土王，伊个所在是电土王，上大先是电土王，先伊个手工的渔网仔了来了电土王，到我拢转至山上，就是讲做渔温这个生意，也是陆地这边啊。早期手工车的渔网仔，到现在若敢若做文化保存，摆博物馆是真经可惜。尤其若老师傅，佮找无愿意传承的少年人。照即卖状况，就已经出无几间店勉强咧经营。若佫无对时代的变化，这样产业真正会无意。即卖拢工业化，就已经好像这种物件话拢机械车，你就减少人工，带了一寡物件来拢继续较俗啊，互因个工资也好种种较俗啊。啊，咱这就要退而求其次了，是讲咱就要变化，才当维持。对不对？即摆阮是嘛教阮的囡仔咧咯，咱一个顾的安尼啦，然后时代咧演变就安尼啦。业者讲，现时除了转型精良接单以外，也开始结合东港小旅行的安排做文化导览，帮助游客了解东港早期的产业甲故事，嘛期待这间店传到囡仔的手头，这属于地方的渔业文化，会当继续活出新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间团体早期公布前瞻计划中一寡水环境改善计划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讲，新竹渔港附近海岸环境改善工程这计划，甲水环境的改善其实无关系。另外，新北市几啊坑溪的改善工程开将近8000万，也毋过受到真侪质疑。伫咧工业区内，会当看到新造的大排水沟。原地这个所在本地是污染真严重、臭汩汩的大排水沟。透过前瞻计划经费补助进行几啊坑溪河道改善工程，总经费开7750万。不过，这个工程的设计却害是不是无法度成长，失去生态系的服务功能。
很令人生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治本哈？那而去治标，又花了7000多万哈。那而且原来在这个河岸两边的直升也被你铲除掉，变成全部的水泥化。台湾河溪网表示，愈改愈害的，还佫有新竹渔港周边海化环境改善工程，亲像南边的炸风林，树仔种甲遐尼重，根本就无炸风的效果，而且地面佫铺备涉水的材料，煞号做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环保团体认为，这根本就毋是计划所讲的安尼。整体来讲，这个就是跟水环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为着要监督认真基础建设的水环境改善计划，台湾河溪网进行全台湾的调查，新北甲新竹案例也入选第3届奥澎高奖。另外，新竹头前溪做花环境改善工程影响生态，将花王景景观桥完工了后拢无维护。花莲美仑溪改善工程的设计甲维护管理拢无妥当，也列入去特别关注案件内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有一块国有地，工程业者做来要做太阳能供电厂，也毋过施工的噪音佮叮当哦，都已经影响到市区有民众的生活。因为这附近嘛常常的淹水哦，民众嘛是烦恼讲有可能有漏电的危险哦，所以出面抗议。市政府嘛要求先停工咯，嘛无排除要撤销业者的执照。徛好气噗噗望着壁顶悬的碧顺，指控巷仔对面当伫施工的太阳能供电场，每一摆施工附近徛个，就敢若伫地动，互伊烦恼厝的摇歹去。我逐工就想看这厝的摇无，有遐叮当无？啊无我叮当，我安怎死我也毋知影呢。高雄凤山新地里南投湾巷边仔一块1.28公顷的国有地，去年互租予供电业者，当地里面煞一直到最近动工才知影。因为工地甲对面徛个单相隔一条无到5米宽的巷仔，施工噪音等问题严重影响到徛个的生活，后续的使用嘛，互居民真惊吓。每次凤凰山整个下来的水，我们这边整个路面还有这样子都是淹水的情形。现在业者若是做太阳能发电站，改天若是有漏电的行为，电死人，难道市政府才会警觉吗？居民伫工地边仔挂白布条啊抗议，嘛向市府陈情，前几工甚至围堵工地，业百合阁开公听会，但业者并无到场。居民当然对土地的所有者国产署甲核准开发案的经发局发脾气，要求停工。经发局会勘了后，当然会要求业者暂停施工。如果在这过程当中有造成相关的这个受损，那是否构成撤照的条件？以及相关的环保环境的需求有没有造成相关撤照的条件？这个我们会去来做检视。事实上，业者因为工程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互环保局开出2张红单，里面希望会当将地改做地方地顶公共用途，卖独立业者。经发局回应会清点使用需求，互即块地未来有更较好的用途。记者陈环武、柯建俊、陈显坤高雄报道。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温度开始降低，早暗的温度嘛差真侪，增加造成心血管疾病风险哦。有医师就讲，民众会当用微微笑、举手、讲你好这3个动作来看家己敢有中风的危机。只要有一个动作做袂到，就要马上去病院。最近温度降低，尤其是透早时阵冷季季，互中老年人也甲身体较烂的人面临健康危险。因为天气冷，活动少，啉水量减少，血就会较落较苦，血循环嘛会较差，血压就较无稳定。医师讲，这种现象会使血管内底血顶起的机会较侪，增加心脏血管塌去，也甲中风急性发作。温度如果上下差了2度以上的话，再发生中风的几率或者发生中风几率其实差了5%左右。如果本身又是三高或者心血管的患者，他发生再中风或者中风的比例确实比一般人来得高很多。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显示，脑血管疾病是个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4名。中风老后造成失能的病母，也致使到成年人残障的主要原因。因为脑中风的症头包括着突发性高频无蓝两蓝、面歪一边语言障碍，大部分无真特别的症头。抢救脑中风爱长时间，脑部若是无空气1分钟，会损失200万的脑细胞，所以消防救护人员也是扮演真重要的救护角色。其实我们 EMT 还有就是更进阶的评估，就是可以更高的抓住他中风的几率，抓住他的那个中风的征兆之后，我们会立刻通报我们的医院，让他们医院做急救准备，让他们在黄金3小时之内，甚至在6小时，可以去救治我们的患者。医师表示，
办脑中风的病患，高发生中风的机会是一般人的9倍。另做当严格控管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这危险因子，就会当降低20%至30%的二次中风。民众会当用微微笑、牙手、讲你好这3个动作来测试。只要任何一个动作你无法做甲到，就应该爱记破病的时间，立刻卡119送医。记者综合报道。困袂去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哦。统计显示讲，全台湾有困袂去困扰的民众，大约250万人到300万人。第疫情期间是愈严重，老大人需要使用爱困药的人数比过去增加3成。爱特别注意的是，咱台湾的爱困药使用量已经排到全世界第6名了。有一寡人因为日常工作压力大，暗时变来变去就是困袂去。有医师临床发现讲，这2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为失眠问题来就医的患者比过去增加3成，其中高医坐伙人的较侪。平常习惯了一些人际互动的这个场合，比如说社区的一些关怀据点、土风舞等等之类的，也都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减少。所以我在我的门诊其实注意到比较高的比例是我们长者因为疫情的关系，失眠变得比较明显。根据台湾自杀防治学会最新的调查发现，全台湾15岁以上，差不多有1/4至1/5的民众有困眠困扰，人数是250万至300万人。少年人失眠的原因，大部分是心理压力；若是坐伙人，大部分是还有其他的心理疾病的原因。值得注意的就是，咱台湾镇静安眠药使用量最近有逐年升悬的趋势，全球排名第6至第10名。尤其是含左配眠的成分安眠药，107年就开1亿3000多万笔的医疗处方签。一旦我们习惯使用助眠剂，迅速的能够进入睡眠的话，当我们停掉，可能就会不太习惯自然启动睡眠那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个心理上的依赖应该要特别的注意。医师提醒，若做1礼拜内有3天困无好，而且持续3个月以上，跟随着正面情绪减少、负面情绪增加，安尼就会当当作是慢性失眠，会当听医师的指示，适度使用一寡安眠药来改善困眠。另外，还会当做一寡运动来帮助提升困眠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上10个购物节日，台湾嘛是来噗噗，因为疫情这1、2档大拢拼死命伫网络买物件，物流业者佮便利超商拢真无闲。运输局的工会是表示讲，有一寡货运公司甲送件的奖金加班费白做伙，加送件嘛无加赚哦。工会呼吁讲，公司应该增加卡手来减轻员工的负担。拍开手机也是电脑，只要简单的动手指头唔免出门就会当买物件，而且到货时间也哪紧。尤其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了后，各电商平台的大量订单也致使物流货运业者的工作量增加。即马年度电商城市双11促销活动将要来临，货运司机搁爱辛苦啊！在疫情之下，其实反而是获利的产业。一方面是应该要把这些利润回馈于基层的劳工，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尽快的去补足人力。对于我们货运业来说，是补足一些应有的设备、物质上的设备，像是冷库啦，像是车辆啊，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去缓解这个爆发的货量，以及去让劳工能够有适当的休息。工会表示，疫情高峰时，货运业每人每工的送货量是还未升级3级前的1至2倍。长时间处理过劳的高压环境，虽然有物流业者讲保障薪水，不过实际上却是将加班费甲送件奖金白做伙，根本感觉袂到，因为加班加领到的钱，所以也是希望伫双11战场来临前会当保障人力。仓库的方面，在车队的方面，还有在其他的客服的部分，全部都有做了一些的配合，希望今年会很顺利。过1月。让我们工作者就是超时工作，或者是甚至产生疲劳，那业者都要负我们治安法跟劳基法的这个相关的责任。但查到严重违反规定，当然会严罚。劳动部职安署表示，企业伫经营发展的同时，本来就应该做人力补充，而且当年拢有针对货运业者做专案检查。若讲双11这段期间，货运业的劳工有一寡来进行申诉，也将会做具体个案检查，来确保工作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来自美国的 talk show 的表演哦，即马伫咱国内嘛真时行。来看一个团体叫做好好笑女孩，伊是咱国内唯一一个女主 talk show 的团体哦。因讲起的内容，真侪拢是为着要来帮助多元性别发声。一个礼拜六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来看这场勇敢的查囡仔是安怎用笑话，互观众来注重性别的议题。让我们看到朋友的小朋友不可爱，我们会说不可爱吗？我们不会，我们会说很像爸爸哦。一个人一支麦克 ，talk show 是一种孤单、困难而且较重咸的表演。演员爱伫短时间内一直变化语言的逻辑，也搁会掌控现场的气氛，要互观众笑甲嘴啊利塞塞。talk show 传入来台湾的时间无长，为无啥观众开始经营，到最近这几年发展是愈来愈旺，而且嘛伫咧网络顶创造话题，是变甲真时行。所以你若是会使用这个笑话的方式，讲你家己较歹势讲的、较奇怪的所在，互别人拢会使理解讲，原来这个世界就是有足侪无共款的人，安尼就会使啊。伫10几年前，黄玉婷是台湾真少数的女性talk show演员。伊发现查甫甲查某的观点无共款，对笑话的感受嘛无共，所以决定以女性团员为主来创立剧团，用女性的观点来表演，会有无共款的效果。然后那个亲戚看完之后，在那边说：“哎呦，瑞瑞哦，我跟你讲吼，那些同性恋吼，你在大家面前这样出轨，吼，你看我靠，好人糗呢。”然后我想说。如果观众有那么容易笑的话，就好了。用无共角度来翕相考试，点出日常生活当中无去用要义的代志，嘛拍破性别的刻板印象，甲一般商业机制险搁咸的 talk show 来比，好好笑女孩剧团应用较温和的方式来培养观众，嘛互 talk show 用更较多元的观点来呈现。记者王艺峰、戴凯文台北报道。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戏曲梦工场，今年要发表6出突破歌戏、客家戏、京剧等传统戏曲的限制，有创新的表演方式哦，让观众会当来体会到传统戏曲的实验精神。我无唔甘愿，但是傅君义，我哪有唔甘愿？假是爱找伊。为塔拉库败北事件做发想，讲人生的无常。戏剧梦工场内底真快乐掌中剧团这出摆伫演出的时，佮透过镜头，互观众用较侪角度来看表演。观众伊也是用我的镜头去看到布袋啊、卡扎片，这个布袋戏感觉是布袋，足侪美美角角的物件是观众看袂到的。所以我想讲，那既然是安尼话，那我咱个来做一个，互观众一般看较袂到的所在，互观众看到。这出必有做的最后5秒会看见光、看见暗，也是看见我，甲歌戏、客家戏、京戏做结合，创作新的演出形式。没有任何一出是横空出世，然后呢无中生有，其实呢都是直基于传统的创新跟实验，是要让当代人的心声，或是呢当代人的看法被看见、被了解。戏剧梦工场收集6出作品，以传统戏剧做底底，结合古典、现代、西方元素，突破大众对戏剧的认识。11月13到12月19，伫台湾戏剧中心演出。记者郭本牛水台北报道。1621年民调的时阵，汉人颜书琪传了13只的船只伫婚林的水拿登陆，伊嘛互叫做开台王。今年都好满400档咯。最近婚林县政府伫北港糖厂的仓库等所在，要办开台400档的展览哦。咱嘛带民众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400档前台湾的航海的历史。导演魏德成带大家看伫400档前颜书琪来台湾时阵所使用的物品。婚林县政府为着要互民众知影400档前台湾开台第一宗的历史甲人物，而陪办颜书琪特典。我想这个历史定位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开台400年1621大航海时代来开启整个台湾
登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立场。用现代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用生命换生命的年代，拿物质换物质，可是它是拿生命在换生命的一个年代。这边展览的所在有北港糖厂的仓库、水林乡岩塑料的岩塑节故事馆，搁伫咧一路树地方地，等是当初驶来台湾的港型的船，导演为立成一家拍电影的道具，就和云林县政府提出展览。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启动了整个观影，就是开台400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造，所以有这个学者专家的论坛，提供足够就是组成起来这样的一个地标跟一个就是地方的就是相关言论的一个实据。云林县政府讲，除了展览，也有糟蹋表演等活动，希望这种重现历史的方式，那好在地人了解家己地方的历史，也好所有参观的民众了解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法国政府甲英国的剑桥大学一礼拜会甲100多当前殖民时代对社会国家体内的古董全部拢行动去，那希望来改善法国伫前殖民地的形象，嘛望讲非洲的少年人会当来了解因家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在充满节奏非洲风情的古城当中，英国甲奈及利亚双方代表签署文件，将这加工造型的铜雕由英国献予奈及利亚。为11到19世纪奈及利亚当地出现贝兰帝国，这铜雕是迄时阵上珍贵的文物之一。毋过伫英国殖民期间，互人抢去，经过数百年流浪，即马就要伫最近转去到奈及利亚。这历史上的贝兰帝国，甲即马奈及利亚附近的贝兰共和国完全无关系。贝兰共和国伫法国殖民社会进程捌建立达和美王朝，前后290多年，一直到1892年，甲法国战争失败，开始60多年的殖民时期。甲奈及利亚同款，贝兰本土差不多9万件珍贵文物，互法国早去欧洲。敢若即摆展出所在地开普朗利国家博物馆就有7万件。法国总统马克宏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准备有系统行政文物，改善法国Non pas une renationalisation de nos patrimoines ainsi rétrécis à nouveau, mais la possibilité par les restitutions, les coopérations, la circulation des œuvres, que demain des jeunes béninois, des jeunes sénégalaises et sénégalais, des jeunes maliennes et maliens, nigérianes et nigérians puissent avoir accès à une part de leur art, de ce qui a été créé chez eux. 马克宏做法也得到民意支持，法国国会去年就通过当地政府行政来自前殖民地文物。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